要。是你自己说的，后悔。喂，琳琳，昨晚我给你找的那个酒吧头牌怎么样啊？什么头牌啊？头牌？我真的选了那个头牌，所以昨天晚上不是梦，梦月就是个混蛋。没错，我们别谈这个王八蛋。我今晚给你准备了这里的头牌，活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出阁一次，出阁！沈香菱，要是被爷爷知道，你就完蛋了。昨晚那个头牌也太粗鲁了吧！行了。 Click the link below to watch more episodes.